冰纯，我来还酱油了。哎，谢谢哦，我们进来坐坐好不好？哎，冰纯，你带这么多的东西要做什么？我要来去市场做一件最时尚的事情哦。哦，市场时尚，市场时尚。淑慧，最时尚的事情啊，就是不拿塑胶袋，几点送好礼，就是这个活动。哇，可是去菜市场买东西不用塑胶袋，真的可能吗？而且我要买新鲜的鱼跟肉，我要用什么装呢？你可以使用保鲜盒啊，或者是一些不锈钢的容器，它没有胶条的设计，它不会发霉。然后呢，平常呢非常的好保存，你可以拿来装鱼啊、肉啊。那这个不锈钢的防疫锅更是设计的非常好，你看它容量很大，你如果装汤汤水水都不会溢出来耶。那如果是容易破的蛋呢？你可以重复使用纸做的蛋盒啊，这样也是减少垃圾呢。对，我怎么平常都没想到？可是我如果临时想要买东西呢？问得好，那天我去买菜，正好遇到里长。明纯，好久不见了。里长，我是来买菜顺便集点的。明纯，我跟你介绍哦，你来香肠市场一定要买这个好吃的米糕，台中市最有名的，就后价呀。看起来好可口哦。啊，还好，我有带好日子的食物袋，要不然我就少集一点了。老板娘，麻烦你帮我把米糕装到这个袋子里面。虽然这样很环保，可是感觉很麻烦哎。怎么会呢？用这个装可以直接料理，从市场到餐桌一锅到底。塑胶袋还要拿出来，不方便又制造垃圾，还不知道吃进多少塑化剂呢。对，我们平常都太习惯使用塑胶袋。对呀，只要3个简单的步骤，就可以参加这个向上提升、带来好运的活动哦。第一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你想好你要买什么东西，准备好合适的容器。第二点呢，购买以前，你先把容器拿给店家，说你要用这个装，不要跟他再额外拿塑胶袋了。第三，一定要记得到主妇联盟的摊位集点换好礼哦。太吸引人了，我也想要去集点。好哦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一起来去向上市场减塑 ，Go！